老台语讲新闻，世界大小事拢捌招闻。讲新闻老台语，搁来我大小事咱尾头来讲起。讲了下礼拜就是立冬，有人讲立冬补喙空，有人食圆仔，嘛有人嗑甘蔗，有人食葱，拢是希望互身体搁较勇健。另外传统风俗，立冬嘛有一寡禁忌，像讲爱早早去困，早早起。到底这是啥物道理？讲新闻老台语，时间到，主播陈彦伟。讲新闻老台语，过来话大细事，咱尾头来讲起。大家好，我是陈彦辉。下礼拜三准备要迎接这立冬啊！你敢知这立冬有啥物款传统的风俗，还有一寡禁忌？今日老台语讲新闻，带大家做伙来了解。第一条道咱来看卖，讲到这立冬，时间就是伫新历11月初8，就是下礼拜三。立冬的意思就是讲寒天要正式开始咯。这时阵阳气会豆豆变少，这阴气会豆豆增加。啊，搁有暗时的时间嘛会变侪，这日时的时间嘛会变少。啊，搁有立冬了后，这农作物的收成就代表正式结束啊。这时阵大家就会好好休困。好，讲到这立冬有6个无同款传统的风俗。第一个讲到立冬，大家都想到立冬爱补冬，爱来进补。这时阵大家好好休困的时阵，都会食这油麻卤，食这姜母鸭。这时阵身体就会变了较温暖，变了较温暖了后，这寒天就会袂影响到咱的身体健康。第二来看卖，立冬的时阵嘛爱拜祖先。为什么要拜祖先呢？因为代表一年就今要结束啊，好好感谢这祖先，保庇大家一年拢真平安，修成嘛真成功。啊，搁有立冬的时阵，嘛爱食这圆仔，食这圆仔圆，就代表一家团圆。好，继续来看卖，立冬的时阵，嘛爱食这甘蔗。为什么食甘蔗？有2种无共款的意思。第一个意思就是讲，拄则讲到立冬补冬爱补身体，这时阵若食伤过济，火气会伤旺，这时阵食这甘蔗就会当来降火气。第二个意思就是讲，食这甘蔗会愈食愈甜，就代表所来运势会愈来愈好。啊，搁有立冬的时阵，买包这水饺，因为立冬是秋天甲寒天交接的这日子，交接的这交甲水饺的饺2个音是真相像的，都代表同款的意思。好，继续来看买食这青的这葱啊，葱啊呢会当互这身体来出汗，阴气来排出来，安尼会增加血液的循环。好，这都是6种主要的立冬传统的风俗。继续来看买立冬有一寡禁忌哦。第一个禁忌是啥物呢？第一个禁忌就是讲袂当伤过早来出门。为啥物呢？外口天气是冷叽叽，若是伤过早出门，安尼会增加心血管的这负担。另外，第二来看卖，无适合啉伤过济、伤过烧的这烧水，因为呢，这烧水是真烧，外口的天气这冷，安尼一点寒，一点冷，安尼就代表讲身体会无爽快。第三来看卖，无适合浸这烧水是伤过久，因为呢，洗身躯洗伤过久，安尼阳气会变少，安尼呢皮肤嘛会变干，开始痒，安尼嘛会脱皮。第四来看卖，无适合做这大量的运动，因为安尼同款嘛会增加这心血管破病几率。上尾一来看卖，无适合伤过晚来休困，因为拄则讲到，秋天甲寒天这日子，就是爱大家好好休困，较早困较有眠，安尼较早困休困会当来补救这精气。好，无论如何，这就是主要5个立冬的这禁忌，而且提醒大家，即马立冬的了后，这天气温度变化较大，大家注意身体状况。这就是今仔日老台语讲新闻的时间。